3、好2、1 ，Action！ 然后吉普赛嘎咕，我是伍思爱。现在开始了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我专辑里面的《哭泣》（Dumangit）。在讲这首歌创作的灵感来源的时候呢，就不得不提到，在部落里面呢，多半的信仰通常都是基督教跟天主教。那我们在举行告别仪式的这个过程呢，我们通常都会把往生者就是会带回到家中，可能是放在客厅，或者是放在一个比较像是灵堂的地方，让家里布置得很温暖、很漂亮。长达这1周的时间，就是要让所有的亲戚朋友啊，都会跟他说：“你要回来看看他。”这样。我印象当中，就是我们都会回到这个朋友的家中，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冰柜的旁边，然后可能围坐一圈啊，又或者是会在旁边烤火，我们大家就会开始聊说他以前生前怎么样啊，就是聊聊他有趣的事情，在回忆与他相处的这段过程。虽然说我们大家好像看似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乐观的，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会碰到一些很让人鼻酸跟很难过的时候。就例如说呢，我们会连夜搭车，然后回到家中，就是你知道，正当你要走向冰柜的那一个刹那，你会有点却步，就是你自己也会有点舍不得，真的是要看最后一次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又或者是说，你要走到冰柜旁边，当你那个掀开那个毛巾的时候，就是你要看着他，然后跟他讲说：“我回来了，我来看你了。”就是那一刻其实还是会很鼻酸，然后甚至说告别式的最后一步就是要盖棺的那一刹那。我记得在去年我大姨过世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跟听到，就是所有人已经50、60岁或者是60、70岁的长辈，他们就是当大姨的那个棺要整个盖上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很想要伸手，然后就是去抓住那个棺材，然后很想要伸手进去触摸，然后就跟他说：“妈妈，我要我的妈妈，然后我要我的妈妈，我不要让她走。”就是你会感受到那一段其实还是很强烈的，也会因此在这个时候你会看见那个告别的美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之所以会诞生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，在这首歌的开头到中段副歌，然后一直到结尾，都有一段古调的旋律。这首歌呢，在创作的时候，想要纪念就是教会我们唱这首歌的一对夫妻。那他们在很早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开我们身边回天家。我也很想要借用这首歌来传递，告诉他们说，就是你们教会我们的歌，我们都很认真学，我们现在也还在唱，就是我们没有忘记。这一首歌其实自己在创作的时候，也是想要说的是，有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些诗歌，很温暖的诗歌，像你听到中间有一段，它其实是在讲说，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，这世界非我家，就是会用很开朗跟很乐观的一些歌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。我今天写下这首歌，我就是想要好好的大哭一场，我就是想要表达我到底有多么想念，多么思念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你很思念一个人，想念一个人的话，不妨听听这一首歌，让你自己也好好的宣泄一场吧。讲到这首歌的编曲呢，我真的要很感谢阿良，因为阿良那个时候就是跟我提议说，想要可以邀请 Yellow 来一起玩这首歌。可是刚开始呢，他其实是拿了2首歌的 demo 给 Yellow 听，后来 Yellow 就选了这一首，他就觉得说他想试试看，因为他觉得这首歌有那种好像一听就有那种触碰到祖灵的感觉。没有想到他拿回来第一次的编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那个时候有种心脏被打到的感觉，就是会整个鸡皮疙瘩，而且很想哭。那最后呢，我也邀请了部落的青年们，然后让他们一起来演唱，就是古调的部分。那感觉其实还蛮震撼的，不知道你听完有什么感觉？OK， 今天最后呢，要教大家学习的阿美语小单字，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Dumangit。Dumangit
就是哭泣的意思。再来的第二个单字呢，不知道你在结尾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一个男生，然后是用阿美族语的 rap， 他其实是我们部落的青年，叫做卢世任，一个很会跳舞、很爱表演的一个弟弟。我这次就邀请他，想说可以让他担任就是 rap 的部分，然后写这个词，就请我爸爸翻译。那这一段呢，其实也是他写给他阿嬷，想要表达他到底有多么想念他的这一段词。其中呢，里面有一个单字叫做 mairod， 它就是想念、思念的意思，所以他才会唱 mairod this one night 的那个 mairod， 学会了吗？OK， 喜欢我的分享，请继续锁定我的频道，也别忘了记得喜欢我的本人呢，也要继续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G。最后最重要的是，就是美感专辑，请听10遍。好嘞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。Sakit susah menangku Yo hoyan Yo hoyan Tumang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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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ngis Mangis Mangis, hayo, hoyan, hayo, hoyan.